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是我欠你太多了。你自己听好了，我从未要你偿还过些什么，这些都是我达到目的的过程。如今我不需要你了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啊！母亲。只怕他想走也走不掉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快走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走吧，快走，走吧，走。你快走啊，扶摇，扶摇，扶摇！扶摇，扶摇，你走，走啊！扶摇，看来我们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扶摇，大胆，把剑放下，否则休怪我们手下无情。你们为何不对无极手下留情？这个还得问你。无极本是我最得意的门生，是长青殿未来的传人，可偏偏为了袒护你，违抗师命，违背天意，落得如此地步。这些都是因你而起。谢谢。扶摇，扶摇！只要你们放过无极，要杀要剐，我担着，我任凭你们处置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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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姬下不了手，那还等什么？今日便由我们封了这个妖女。不呀！住手！师尊，动手吧！我求你，求你，不要这样！纵使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子，但终究还是祸乱苍生的妖女。为了五州天下，我们只能这样了。不要这样！不要！飞燕，你太卑鄙了！你趁我们运功的时候从背后下手，你想干什么？幻生殿从来就是帝飞天的幻生殿，我是帝飞天唯一的血脉。当年若非是为了卷土重来，我幻生殿怎会与你们这帮穹苍蝼蚁为谋，将帝飞天的蚕食封印？为了寻这妖女，幻生殿已等了千百年了。这就是你真正的意图，飞燕，你是要复活帝飞天？只要拿它生祭帝飞天的封印之时，被禁锢的帝飞天就可以重见天日。到时，妖女体内的邪火将回归帝飞天体内。只要有了这邪火，帝飞天便会重现当年的辉煌。很快，这五州就会是我们的五州了。早有图谋，是你们太过愚钝。我今日非收了你不可！呀！飞燕，你会遭天谴的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师尊，师尊，徒儿，该你出马了，杀了雾姬，这下天下就没有人可以坏我们的好事了。快去！是。言儿，怎么不听为师的话呢？你以为你的那点心思，我会看不出来吗？多少次你擅自离开，明里是执行任务，暗里哪次不是去找那个混小子？言儿，你真的太单纯了。你真的以为他爱你？你错了，他根本不爱你。你这样做值得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为师跟你说过，想要练就这身剑法，便要斩断情丝，方能杀敌无数。我一再叮嘱，你怎么就学不会呢？住手！住手！孺子不可教也，那我只能忍痛，让你先走一步。太爷！
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飞燕，你一个将死之人，何必垂死挣扎？你的脉象异常，气息虚弱，算起来也该到了幻生殿主飞升之时了吧？你胡说！我没胡说。算起来，你就要死了。你看着容颜姣好，正值当年，靠的都是他人的阳寿来换取的吧？这依靠着幻术维系的生命，一旦天年将至，衰亡、消亡，只在一瞬之间。你住口！本来你的飞升之日，也许不在今日，可你刚才用了太多的功法，即便我长孙无忌今日要死在这儿，也要由你幻生殿殿主陪葬。那也是你死在我前面。有何惧？受死吧！不要！一堆凡人自不量力，为了天下苍生，为了我的朋友和家人，我也饶不了你。今天就杀了你这个妖女！既然你们非要阻止我复活地飞天，那我就要天下人一起陪葬，受死吧！不要！你们也太小瞧我幻生殿了吧！临近飞升之时，还要用我的生命打开妖女最后一重封印，我的心愿很快就可以完成了。复活地飞天，
是你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去吧，孩子，去吧。丫头！丫头，你怎么样了？丫头，怕是她已经变成了妖女，不再认得你我。我们只不过是她复活地飞天的挡路石罢了。要这样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！当初你刺的也是这里。 这个就当成我们的定情信物吧。我想跟你一起活。我曾经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地站在我身边就好。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准备好一切，然后风风光光地迎接你。
有些坚持和记忆永远不变。10年、20年、一辈子，永远都是第一天。33天宫，离恨天最高；440病，相思病最苦。你是我的，你怎么能去相思别人呢？你怎么